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奶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清水灣小泉洞，大概每層就420尺左右啦。呢個係士多房，開放式廚房設計，樓齡極新。全部都用晒即熱式嘅熱水爐。呢間可以攞嚟做姐姐房啦，或者係雜物房，或者老人家房都可以啦。每層有一個傾廳同埋一間房，每層都望到海景㗎啦。露台望出去都係望到海景㗎啦，每層都望到海景。一樣有即熱式嘅熱水爐啦。清水灣小泉洞，每層大概420尺左右，租買都可以嘅，租就25,000蚊，買賣就1180萬。望住呢個清水灣嘅海景。海邊屋，有興趣嘅朋友再聯絡我啦。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